另外换一个等候。所以你的茁壮，它必定要接受逆境的过程。所以给我神在公出来，使我们成功是虚心受教，使我们失败是骄大妄为，陶醉在过去，就拿永远没有成功。这句话就来讲，使互咱给我神在讲，互咱的成功就是虚心受教，这谦虚的心法。感谢啦，这块错误，这块唔对，咱甲恁讲，咱要接受牺牲。咱若甲恁讲，咱若这道命，一句咱唔甲你讲。可是，所以讲，使我们失败就是骄大妄为，这是陶醉在过去的成就，他都想过去的心情。但是，唔过呢，仍然时光在变，那永远就没有成功的路。你永远无有一个绝对成功的日子。